今日是新春开工的日子，台南市议会上午伫个议会大门口举行开工的仪式，由着议员郭宏仪来担任主席，市长黄伟泰甲副市长叶铁山嘛带领各局处的主管参与，甲这位议员以及议会员工深深来祝祷。祈求吉祥如意，再拜庇佑平安顺利，三拜议员福运两来，一票。伫个开工仪式过后，一行人嘛进入1楼的大厅，由着副市长叶铁山甲每一位议员互相来祝贺。我们台南市政府我们的市政推动以及台南市议会我们的议会的推展都能够拢会当顺利拢会当圆满。谢谢，也祝福大家我们的台南市议会的所有的员工，大家辛苦了，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市府是一家了哈，起户是一家了哈，所以府会的和谐会当讲是咱市民上大的一个幸福。阮希望讲，以新的一档会当议会监督甲支持之下，阮的业务会当非常顺利来推展。现场议会贵宾甲所有议员以及议会员工，每一位举杯互相祝贺以外，嘛毋望未来新的一档府会会用好谐、议事顺利。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